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总统赖清德，本地顶礼拜要去访问咱伫咧非洲唯一的友邦斯瓦蒂尼，说是去当着中国来施压阻挡。也毋过即阵斯瓦蒂尼的国王是特别指派副总理来到咱台湾，佮觐见总统赖清德，强调两国毋但是友邦，佮较亲像亲人共款。赖清德总统日前迎接施瓦蒂尼副总理，两个人握手小借问，满面春风佮笑脸。伊即回是伫国王恩施瓦蒂3世的指派之下，以特使的身份来到台湾，要甲国际社会传达台史之间关系真密切。因为就伫顶礼拜，赖总统本地要去拜访施瓦蒂尼，煞伫最后一刻受到中国的施压，行程冻点，改派外交部长林佳龙参加属国的庆典。And that no force, no matter how strong it is, can break a family bond that existed for the past 58 years. No enemy can come in between a strong family. 查杜里转达国王的话，针对赖总统无通参加属国的庆典表达遗憾，毋过嘛表示两国之间已经升级变做亲人，应该展望未来。伊也搁再邀请赖总统会当伫适当的时间访问施瓦蒂尼。因为赖总统是讲查杜里是台湾的老朋友，即届以特使的身份来到台湾，也请伊甲属国的国王转达台湾上大的敬意甲祝福。台湾与施瓦蒂尼的邦谊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和动摇，我们两国也不会因此而向霸权屈服。借这个机会，除了再次祝贺恩施瓦蒂3世国王58岁华诞，以及登基40周年，也要庆祝中华民国和施瓦蒂尼缔结邦交58周年。我也要诚挚邀请国王再次率团访问台湾。赖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这回拜访施瓦蒂尼受到阻碍，会当甲台湾甲施瓦蒂尼的心求互我，袂互霸权刺落，佮较要甲世界展现领空的自由甲独立性。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我来关心这个针对着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内部的意见是超密密。国民党副主席桂林连着这支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党中央的立场无共款，是咧卖党爱甲开除党籍，这就引起因家己人批评。因为党主席邓丽文当时表示讲，国民党内部会当搁再来讨论这军购案的议题，也毋过是绝对袂接受1.25条这个数字。讲特别条例起咧，国民党内部嘛内乱，有党主席邓丽文、党团总调鲍坤琪支持的3800加 N 版，甲青壮派立委支持的8100版。副主席桂连林质疑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党中央立场无同，讲伊是卖党求赢，爱开除党籍。韩国瑜伫面册写讲无对不起党，引起侪纳委的面代甲声援。邓丽文3早出面解围，强调老同志的情分无受人分化。继副主席他说话稍微冲动了一点，他跟我们的韩院长几十年的老同志，其实他也是语重心长，大家不需要扩大解读。邓丽文讲，国民党会当充分讨论军购案，唔通内乱，不过无法度化解政治。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批评党中央，北市议员徐宏庭嘛批评桂连林的发言，讲影响基层的士气。你今天讲这个话，你是破坏党的团结，你还有资格当党的副主席吗？你的恩并没有在你的版本里面嘛。而且事实上，我们当议员、当立委那么久，审查预算，哪有审查一个恩的呢？恩是什么啊？恩是一个不确定数字嘛。审查预算那个数字一定要确定的，大家可以说道理而不是用一个类似语带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让很多基层党员感到难过跟愤怒。赵少康阁批评党中央的版本，敢若有3800亿无纳入加恩，无纳入优先两个版本内乱，会影响到年底的选举。对于年底要选，特别要选县市首长的话，你当然上面框一个8000，对他们来讲。他们对选民比较好交代。支持强化国安的委员要勇敢一点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讯息让国人忧虑哦，这是不是有就是境外势力
就是中共在背后操作。基本上是军购的部分，大概只要很确定的部分台湾民众党都会支持。针对韩国瑜5月初六要召开第4届条约协商，外界关心敢会伫5月初8表决通过。田立文讲1.25兆的天文数字绝对无要接受，泛粉呼吁讲守护国安是跨党派的共识。王安祥讲希望条约会当找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中华电信通报，在大马3号北竿到东引这段海底电缆线是搁再断去，影响到东引1500个人。目前中华电信是先用微波通讯来支援，不过当地嘛是反映讲，即马网络确实是变较慢，而且有线电视目前嘛拢无信号。点开民间开发的台湾海缆动态地图，除了接台湾本岛和马祖的大马2号，今年3月修复了，搁断缆。大马3号北竿到东引段的海缆嘛呈现红色断线的状态。司法部指出讲，29接到中华电信的通报，这段海缆新线搁断去，造成海缆转断，主要影响人口差不多1500人的当影响。这几年下来，这个次数是蛮频繁的，所以大概相信只要在网络上面使用，稍微觉得卡卡的，都会想说是不是海缆又出问题了。现在有线电视部分是完全没有讯号，跟乡亲的这些生活作息当然会有一些影响。虽然中华电信已经开微波通讯来避弯，维持东引乡的行动电话数据上网者的服务，但是乡长讲，乡亲嘛是反映网络较慢，而且有线电视因为无法度转换设备，即嘛是全面断线。司法部嘛要求中华电信积极协调海缆上近7月底完成修复。这摆海缆搁断去，初步推估，意思是靠搭伫东引北澳岸边的中国渔船万年鱼63896，因为海上歹造成船身刷去别位，才造成海缆的损毁。其实万年鱼63896伫靠搭了后，船头家伫3月底要委托中国籍的工作平台船海勤港66进场执行船体移除的作业，但是当阵都因为时间无适宜，和大马3号一寡心线受损，海巡署随甲时间人员带登去调查。你会关心敢有铺设地带侵扰的疑虑？你说你要切割船，你切割到那么深，我一直认为这个背后是这么单纯吗？我们一定是料敌从宽，所以第一时间我们一定绝对就要去确认这是否真实的是一个意外。好，那背后是不是有国安的疑虑？那这个部分的 SOP 我们有建立起来，甚至于我们也会从水下去看。最近几年，欧洲的波罗的海同款是连续发生海缆防破坏的事件，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引发关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嘛对这个议题举行听证会，外委会主席李启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来提升海缆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海军舰长李烈士走去中国的军舰顶头，佮学了祖国解放军的战略，这是引起批评。但伊也坚持有言论的自由，讲若是有相关的法规，就甲办；若无，就唔免用情分来刁难。因啊，陆委会副主委廖文佳是回应讲，相关的修法是拢已经送去到立法院，也毋过目前还佮卡伫咧听诉委员会。你不可以讲话，那你就不要说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干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台湾要是坚持有言论自由，前海军舰长，也就是退役少校李烈士，前日去离中国海军的舰艇，大声喊解放军当咧进步，祖国强大就代表台湾安全等等的言论，去互退伍会批评是反背国军甲国家，这目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限制，敢若下用少将以上。等于李烈士服役的年资，若达到20年以上，每个月会当领差不多4万5的退休金，一直领到过往，引起关注。如果未来有相关的法令的时候，我们就按照相关法律去做。现在没有法令，你不用来 PUA 我。我们的两岸条例相关修法，行政院院会这边都已经通过了，那现在一直是挡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没有复委。那我们希望各界都能够支持。国防部配合陆委会提出的修法，已经伫行政院院会通过，不过煞卡伫立法院。中国中央军委会今年扩大庆祝黄埔建校100年，传出像甲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直接。陆委会副主委刘文佳强调讲，若真正有这件代志，会依法来处分。台湾的将领，至少在世的将领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念过黄埔军校的。那什么黄埔100年这些活动，说要跟台湾的相关单位来合作举办纪念，这些都是毫无意义。
影响目前复杂的外部威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30针对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逐条审查，其中行政院的版本建议鼓吹战争的言论，增订行政裁罚的规定，互知影这个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记录。这里面有很多钳制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或者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根本就是当年的数位中介法的一个借尸还魂。在国际上，言论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啊，任何鼓吹战争之宣传应该以法律禁止之，这个是各个民主国家的共识。那也认为讲，授权予行政机关家己认定，什么款的言行构成违法，等于是予行政权无限扩大。另也表示，世界民主国家拢伫咧防范强调，台湾嘛同款，认为透过加重处分，才会当真正来主动。记者综合报道。换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天气拢有较凉，因那各地嘛拢有可能会落18号。咱来看温度。今仔透早各地拢有较凉，低温大约19至22度。日时东北季风减弱，伫咧新竹以南、台东地区的高温会当来到31度遮尔悬。明仔载后日气温会搁较烧热，到甲礼拜暗时有另外一波风面接近，又搁会变天落雨。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是推出电子药单的试办计划，互民众领到药单了后，摕手机去互社区的药局来扫 QR code， 就会当领药啊，唔免惊讲这药单会碰见。因为病院嘛有另外推出领药地图，会当用手机找到附近有合作的社区药局，佮会当直接来约领药的时间。民众常常拄到袂记哩领药时间，也是纸本药单放弃，搁爱走一抓病院的问题，对民众来讲是足无方便。即马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推出电子药单试办计划，互民众免惊药单放弃，搁有专属的软体提醒、甲分段管理等等的功能。民众甲药师拢讲，电子药单互因加足方便。如果人多，可能也要等个15到20分钟，甚至有时候久的要半小时。我就是从医师那边开完药，然后我的手机就可以看到那个 QR code。拿手机给那个社区药局的药师，然后给他扫一下条码，然后我就可以立刻拿到药。假设现在我们导入统一格式的电子处方签，我只要去扫 QR code， 我就可以确保我扫出来的资讯跟医院是同步而且正确的，而且速度很快。另外，病院嘛甲药师公会合作，推出领药地图的服务，民众看诊了后，会当用手机即时找到附近有合作的社区药局，直接甲药局主文领药的时间。你的智慧领药的地图。事实上，你打开手机之后，手机主动会告诉你，你现在人可能在哪里啊？比如我今天出来逛逛街，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可以拿个药啊，再回家。这个时候，旁边的智慧药局这些连锁的药局啊，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药局就会主动来找你。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嘛讲，电子药单甲领药地图的系统，未来伫台北市稳定运作了后，会扩大到新北市建立下区域的领药服务，互民众领药省时间搁利便。记者吴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经济部伫咧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宣布，今年到2031年要投入5531亿来推动跨部会流域的治理，甲水的治理来做是国家战略统筹。过来是中国时报，卫福部中医药师是发布函释，搁再说明用香草来配方，也是占据拢得爱有中医师来操作，或者是有医师的指示才会当做，违规上当是会当罚到150万，而且搁关5档。落尾是自由时报，主计总处公布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大约13.69%，创下这39年来一季的新高纪录，而且咱已经比中国、新加坡也搁有南韩搁较悬。来看到这总统赖清德今年2月去到台北大巨蛋看棒球赛，煞是有3位随行人员先去到现场勘查的时阵，甲人偷摕签名球，也有护照的套啊等等。即马北检是正结甲这3个人提起公诉，其中一个负责分配物件的，佮加一条赃物罪嫌。昨
总统赖清德伫今年2月亲身到台北大巨蛋看台日棒球国际交流赛，但是3个负责维安任务的随行人员，所伫比赛进前场坎的时阵偷摕物件。来支援的县指部社工的校校，伫交流队的休困室偷摕6粒坤坤的签名球，装入去公安局社道的校校的公事包。设立的中校是伫边啊暗号配合，社工的校校搁伫停车场的门口摕走6个护照的录啊，交予社道的校校分配。北检30警察总计甲3个人提起公诉。检察官依刑法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机会犯窃盗罪嫌及图信被告另犯刑法赃物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国安局里面也有扩大来进行这个案子的调查。主犯他是从县职部那边来支援的，对。然后呢，这个知情不报者是国安局特勤中心的人员。是 OK， 好，所以我们就做完整的处理，而且移送法办。目前有4个护照的录啊无交转来，检方嘛公布警察法院依法没收。涉案的3个人，除了第一时间各记2个大哥列入优先态度名单。公安局嘛表示讲，接落来加强维安编组人员的法纪教育和管考，防止搁发生这种代志。不过，除了总统看球，中华职棒中信兄弟队嘛透过面册公布法务部长陈明谦要做30暗时比赛的主场的开赛嘉宾。民进党立委曾水雄讲伊看到错一个，所以你就是去看啦啦队对啊。这啦队当然我们一定会去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职棒的啦啦队是全世界有名的哈。有名啊，有名到一个你都讲不出来。我们去目的是要宣传、打诈、晚会学宣导。是球团邀请你，还是我们法务部主动？我们跟检察机关跟球团这部分，我们本来长久就有一个联系的一个机制了。连这个都没有办法讲清楚，那我更怀疑说是不是还是有预算配合？陈明谦强调讲，家己无要开球啦，重点是伫咧现场采打推动反贿选、反毒和打诈的宣导。那为洪明凯表示讲，肯定基层的辛苦，支持全民打诈，但是建议法务部应该先顾好本务，莫互个人有迄种伊伫咧无言外务这种无好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这违法的代志是真正唔通做。有几个台湾人对美国甲加拿大出境要去澳洲，所幸发现到因的行李内底有藏大量的毒品。咱的警方嘛有伫咱国内抓到真侪嫌犯。刑事局表示讲，这伫台湾的毒品集团是用钱来吸引一寡欠钱佮无前科的人，替因甲假做是保健食品的毒品，要炸去澳洲，出国10天，讲会当互因赚10万块，但煞是去用抓到。也警方嘛已经起诉伫咧国内抓到的7个嫌犯。检警去到美国，打去伫外国的领土，甲关键证物摕转来。I'll do 1 for 1, OK？ 美国的执法单位扣落来大量毒品，拢互咱这边来接手，拢总跟转来台湾，要做关键体证，向国内嫌犯救济。这边有一个所有票，麻烦你这边配合一下。在去美国进前，警方早就伫国内发动搜索行动，查一个真侪嫌犯，防指控讲美伫幕后参加下国的运动。虽然毒品无流入国内，但却敢若伫演外送员的角色，和毒品伫国际之间流通。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这边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情资，发现到有这些不法的这些跨国的走私毒品的集团，吸收国人，再从美国把一些毒品呢，利用行李加上再托运行李的方式呢，再送到那个澳洲。台面扣落来，才会将证物用人参粉和钠镁做外包装的暗号，说是厂安非他命，总重有35.8公斤。在台湾乌市的市值是超过5000万。根据刑事局的调查，在台湾的不法集团涉嫌用高薪做声音，讲是只要出国10天，飞去美国、加拿大，到甲保健食品炸去澳洲，达抓上悬会当赚10万，而且出国的期间包吃包大，让胖哥会当乘煞旅游。The successful investigation was coordinated through several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ransnational crime knows no borders, and neither does our resolve. The success of this operation is a testament to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 and the unwavering commitment of our agencies to protect our communities. 专案方吸收的6个国人，拢含集团的嫌犯熟识，少年在美加地区的3个机场涉嫌运毒，互查到，当伫国外接受调查。经过警方的分析，因拢有2大共通点，若是拢欠钱，所有的人拢无前科，背景是真清气。他是比较具有良民身份，他可能比较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先测试过背景比较干净的人、比较 clean 的人比较好掌握。这个下国运毒的案件，涉案的在台嫌犯已经有7个人互起诉，涉犯的毒品条例上当会当判无期徒刑，甚至警方已经扩大侦办，佫发现主嫌早就伫咧真侪当前，疑似用这种手法派人甲毒美加运到阿根廷、泰国、韩国，但是佫要等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东。虽然以色列伫咧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结束，到他也是禁止国外独立媒体入去加沙地区来采访，包括《纽约时报》、BBC 等等30外个国际媒体是联合要求以色列的政府卖去封锁加沙地区啊。不过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伫咧国际海峡是搁再来攻击甲哪吒要援助加沙的军队，掠走200多个人。包括《纽约时报》、BBC、路透社、美联社甲法新社在内31间国际知名的媒体，4月30发表联合公开批，强烈要求以色列政府结束900多天的封锁，开放媒体独立入去加沙采访，减轻巴勒斯坦记者的工作负担，同时也当甲加沙地区的真实状况呈现给大家。Leaders of many of the world's largest media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Associated Press, the New York Times, and CNN, have all signed on to this latest letter. They note that attempts to engage with Israeli leaders and a case in Israel's Supreme Court have gone nowhere. They say that over 6 months after a ceasefire, it's now time for the restrictions to be lifted. There's been no response from the Israeli government. 这张联署批强调，新闻自由伫任何开放的社会，拢是上基本的价值。新闻记者也袂对以色列军队造成威胁。何况加沙目前是停火的状况，目前敢若有几个记者会当入去加沙，而且必须得爱有以色列军队随行，包括采访的范围、接触的对象，也有影像所在，拢受到严格的控管。因为外国媒体无通独立入去加沙，报道的重大差不多拢伫咧当地巴勒斯坦记者身躯顶，而且因家己也有真大的性命威胁。根据统计，2023年10月冲突发生了后，超过200个在地记者伫战争当中死亡。2024年，外国记者协会甲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诉愿，也毋过到今也是无效无实。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军队4月29暗时到30的透早，伫希腊克里特岛附近的国际海峡去查到一队想要去到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的军队，透过无人机的扫描、切断无线通讯等等的手段，爬去船顶掠人。落尾是有211个来自世界各地活动人士，互人甲掠起来，这当中也包括真侪记者。bağlantılarına, Starlink'lere, telefon bağlantılarına saldırı düzenlediler ve 11 tane gemiyle bağlantımız koptu. Gemi derken şu şekilde göstereyim, küçük tekneler.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答文强调，无任何船只甲哈马斯的支持者会当入去以色列的领土甲领海，这军队的活动人士会当返去厝，伫 YouTube 顶头看到加沙的状况。这摆航行的全球间谍军队规模真大，包括来自100个国家，差不多3000个参与者。以军伫国际海峡爬上船顶掠人，也引起国际谴责。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美国联邦众议院正式通过拨款法案，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分暂停运作超过70天的情形，总算是会当结束。这更是美国上长时间的政府单位动点，搁要影响到机场安检运作，害在特勤局减经费。今嘛有数万位相关的人员是总算会当领到薪水啊。众议院拜四通过一项法案，把资金拨予包括运输安全管理局、特勤局，也有海岸防卫队在内大部分的国家安全机构。过去11礼拜超过70天，因为预算拢无定案，相关部门敢会当靠美国总统川普的行政命令勉强运作。对着法案送去到白宫，毋但解决机场安检可能出现的排队的危机，也确保特勤局伫记者暗会庆祝案了后的维安经费。We were not going to have lines at TSA. Everybody will get their paychecks now. We'll get moving forward. And then we will finish the work and finally get, again, for 3 years with no crazy Democrat reforms, we will fund Border Patrol a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s soon as we return for the work session when that bill is finalized. 今年初，明尼亚波利斯发生联邦探员误杀民众的案件，互民主党拒绝拨款，互移民甲海关执法局参边境巡逻队，除非同意进行组织的改革。共和党甲争议性的移民预算、甲运输安全管理局等等日常运作经费分开来处理，大先开互机场甲救灾单位的资金，才通化解危机。不过，民主党议员对共和党过去拖遮久，也是表达强烈的不满。This is a victory for the hard-working men and women whose lives were put on hold by Republicans for 76 days. 虽然大部分的部门已经开互拨款，也毋过针对边境安全的700亿美金的预算，目前当咧由共和党另外提案。预计后个月会搁再一届出现表决的压力。众议院议长 Johnson 强调，共和党正骨力咧确保边境的执法，袂因为政治操弄就断去。对着两院会进入1礼拜的休会期，这场3个月的拨款大战，总算是伫保障航空交通甲总统维安的前提之下暂时煞过。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和罗西亚总统普京搁在通电话，讲到伊朗参乌克兰的局势。罗西亚这边是讲迎接5月初9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所以因会搁在停火。不过因为最近这乌克兰是继续一直用这无人机去空袭，所以罗西亚今年阅兵嘛缩小规模，未出动装甲车，也是飞弹这的装备。根据 Russia 总统外交顾问乌科沙夫的讲法，美国总统川普甲 Russia 总统普廷这摆电话会谈时间超过1点半钟了后，两人对话重点主要是包含伊朗甲乌克兰战争。Russia 表示，普廷俄罗川普决定延长对伊朗的停火，也希望严格一调停，包含将伊朗的浓缩铀交予 Russia 保管。川普指出，甲中东情势比起来，伊较犹豫乌克兰 Russia 战争是不是应该停火。I talked about a few different subjects, mostly about Ukraine, and we 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I think we're going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relatively quickly, I hope. I said I'd much rather have you be involved with ending the war with Ukraine. I suggested a little bit of a ceasefire, and I think he might do that. He might announce something having to do with it. 罗西亚总统外交顾问乌沙科夫接受电话专访指出，针对特别教会的5月初9圣诞节节庆，罗西亚会搁进行停火。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позитивно оценил недавно объявившееся России пасхальное перемирие.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л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коллегу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бъявить перемирие и на период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Дня Победы. Трамп активно поддержал эту инициативу, отметив, что праздник знаменует нашу общую победу над нацизмом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5月初9圣诞节为前苏联时代就是重要国家庆典之一，比如2025年的圣诞节80周年，阅兵典礼规模就真大。不过，根据 Russia 国防部的公告，2016年的圣诞节阅兵，除了维护战车甲飞弹等重型装备，各军事院校的学生队也未参加，今日保留陆海空军部队的代表单位，不过空中分列式会保留。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5月14日要访问中国，佮会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的媒体是报道讲，因的外交部长王毅昨已经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过电话，讨论相关的安排。德国通过医疗改革草案，打算对2028年开始对参糖的饮料扣糖税，来补贴法定医疗保险，希望会当促进健康，也佮有减少医疗保险的支出。因为照镜化，日本大约一半的私立大学招学生招不满，财务省规划要伫咧2040年进前关掉至少250间私立大学。镜头转来看国内，台南前几日有一位查甫警察休假的时出车祸死亡。伫咧现场除了烧浓的3台车，也佮有一台违规停伫咧路边的校车。在警方针对违规乌白停车的校车，敢有责任是有无共款的见解。也有专家是认为讲，甲调查分做3个阶段，若是无共识，就应该爱交予法官来裁定。我们2个家庭都缺一角了，都缺一角了。这场车祸，后生地女警甲查甫朋友两家庭拢破碎。女警前人接受访问，强调一定追究到底。亲友也无法度接受第一时间女大生面对车祸的态度。至少陪陪他，看他应该躺在那里。后续的相关的一个伤障跟抚恤呢，我们也会积极来协助。有关于派出所同仁的部分呢，我们也请心理师呢去做一个咨商。事故现场是上线道发生进前技术游览车违停伫机车停单区，女警甲女大生的方向原本也伫违停车的后边。车祸时阵，女警甲女大生已经伫内线车道，弄女警的学生专车为闪避女警已经到对向车道。违停车辆无甲女警有弄到的事实，是不是有责任？伫调查过程，因为讨论一派认为有因果关系，另外一派无安尼认为。并不以有无发生碰撞为唯一的考量，仍然必须考虑原因的发生跟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俄罗斯认为交通事故不应该干那思考是不是弄丢。车祸鉴定专家指出，车祸调查应分警方初判、车祸刑事事故鉴定甲鉴定后期这3阶段审议。若双方无共识，就交由法官审核。不过第3阶段后期大部分用多数决。
特务鉴定委员会它是合议制，它是投票的，要看多数委员的意见的见解是不是一致，以多数决啊。警方表示，这案件因果关系得由检察官认定。女大学生读的学校也发声明，对罹难的女警甲家属致上哀悼，也强调专案已经进入调查程序，学校无方便评论，会加强相关的宣导，也希望各界理性和司法回归司法，停止对校内师生雇主侵害甲违纪的暴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进前有一个姓涂的查甫警察，是偷翕报案的查某人，而且佫利用 AI 技术来改造实情的影像。这代志曝光的时阵，这个警察是已经被记告调职，也即马警方是正结依照违反各自法等等的罪嫌来甲起诉，并且法院伫判后当判3档半。因那市警局昨夜已经甲这个涉案的警察记2大个免职。高雄3民1分局一名姓涂的查甫员警，去年9月，被逼出利用职务上的利便，对女性的报案人偷翕相片。分局虽甲人记告调职，也报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检方调查，姓涂的员警对1812年7月起，透过处理非道路交通事故甲手机无去等案件机会，找借口讲要检查详细，也是搜证，偷翕被害人的刑卡甲贵人卡，甚至佫走去找被害人，爱其烫衫穿少少好翕，尾手佫甲这相片透过 AI 解读。拢总有6名受害者，检方27侦结，按照违反告知法起诉，求刑3年6个月。本署检察官认为，这个远景设有这个利用公务上的这个权利去不当的收集个人资料，以及不当的利用个人资料设有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部分依法予以起诉。去年爆出偷翕的代志了后，姓涂的警察就封调去警备队加强管理考核，不止个外界质疑，为什么不随甲人开除？对此，高雄市警局表示，正因为案件也搁伫咧调查，因此是先记告调职，而且检方起诉了后，伊嘛随做出定处。涂员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情节重大，且严重影响警誉，本局即刻予以一次记2大过免职，断然淘汰。检方强调，已经把姓涂警察的手机甲相关的电子设备拢送去做数位监视，目前无发现相片有流出去的情形。身为员警，竟然做出这款的代志，检方除了建请法院加重刑责，当判有期徒刑3年半以外，也并可罚金30万。记者郭家朱、赵阳、高雄场报道。台中西屯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去公园耍坐海走机的时，所互生生的芳去夹到天八尖。这家长是批评市府拢咧下提责任，嘛无要赔偿。也即马代志曝光了后，这官方态度随转变，讲会随处理，也会协助申请保险理赔。正手无明仔受伤，到病院天八尖，搁诊断出骨头离开，伊若是疼甲哀叫。台中黄县市一日下晡带囡仔到西屯区大白公园佚佗，9岁后生伫用粗暴机的时阵，互生生的转折旁压伤。事后通报市府，竟然得到12岁以下无适用公用意外责任险的回答，互伊无法度接受。在用滑步机的时候，好像就是他那个间隙可能会忽大忽小，对啊，然后小朋友的手又比较小嘛，然后又握得比较紧，然后就被夹进去了。它不是单纯划伤而已，它是里面的肉都跑出来外面。假如知道的话，你有大人在旁边，就要跟他们讲说，叫他注意啊，要玩那个要注意啊。目前西屯区公所已经将粗暴机由封锁线，昨晚太平公园现场告示牌，敢若显示有2区分龄的囡仔游戏场边仔的体检设施所无标示年岁甲使用说明。当地里长讲，体检设施是4年前装的，唔捌发生过同款的代志。我们的游乐设施当然我们是要保护，但是像刚才这样子，不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既然是有这件事情，那我们也是有关单位，当然也是要来处理好啊。我们协助去修缮啊，那我们这边会派工去处理。公所这边请我们协助去设，我们就会去设，我们再看看，要查一下那个体检设施的使用规则，我们再把它补上去。台中市府表示，最近对太平公园设施来检查，佮协助家长申请保险理赔。后续查明体检设施使用规则了后，也佮采告示牌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既然一个查甫人，那像就是甲人有毒品的纠纷，互关伫咧5级的人家厝内底，险险啊拍甲死。这嫌犯是甲人等伫咧病院，就想要绕跑，其中一个人随互警察抓到，因为后续警察是抓到3个嫌犯。监视器画面看到2个查甫将细陈的被害人送入去病院，用轮椅塞入去急诊，随后离开。细陈的查甫迄阵已经无喘气甲心跳。病院急救的时，发现细陈的查甫身躯顶的外伤应该是风拍造成的，经报警处理。我唔无飞啊，唔无飞走，最少留一个，你来去一个去停车啊，伊讲你停车，2个拢要去。我唔啊。我唔好走嘛。民众表示，2个人甲人送病院了后，其中一个讲要买薰就离开。细陈的被害人迄阵面已经拢无血色啊。警方协报了后，先抓到留伫咧病院细间的查甫，佮继续追查，甲另外2个涉案的查甫抓转来。经过调查，细陈的疑似是因为买毒品欠18万的小，互嫌犯拘禁伫咧5角一大面体，甲伊虐待。查明许姓及简姓男子等3人涉嫌于前一日将被害人逼近殴打。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细陈的被害人是因为互拘禁10多点钟，受到凌迟，造成金巴用改症，经过病院抢救，目前已经恢复生命现象。那检察官是以杀人未遂的罪名申请羁押。那法官讯问后审酌卷内的所有卷证，认为有重罪逃亡之余，而且有串证的之余，所以裁定准予收押禁见。警方调查时，3名涉案的嫌犯讲话反起反倒。检方调查了后，发现其中1名细间的查甫涉案程度不足，就甲释放。剩下细间甲细块的查甫涉案情形重大，以杀人未遂罪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夜市有一档咧卖肉丸的小连锁2天拢互讲大。这警方指出，敢若是这肉丸档的第3代头家，伊的查某囝甲进前的男朋友有感情的纠纷。这查甫的竟然着闹人去讲大，警方是已经抓到4个嫌犯。2到半暝2点左右，2名查甫人手提八达落车，对搁较头前的店面行去，无到3分钟，破坏了后就随就车离开现场。屏东夜市知名的肉丸档，282到2天拢互讲店，现场看板互人讲甲密密麻麻，破去的撇仔有的搁伫桌顶，有的脆皮落涂骹，规个店面乱七八糟。因为2到破坏的状况严重，店家已经报警处理。我只知道他有女儿，可是他女儿不认识。对啊，不认识啦，从小都在外面，都在外面哦，所以当时在打的时候，你没有来营业？我没有，就休息啊。如果困啊，较放尿，或者两人讲安尼。我那时候2点的时候我在困，我在那蹦安尼。因为警方讲可能是感情纠纷，附近民众私底下表示，可能是犯案24岁姓张的主嫌和肉丸档第3代头家的查某囝有做伙，分手了后，查甫这边想要讲和，不过查某囡仔无意愿，姓张的嫌犯就2白早起5点外闹人去讲店，因为第一摆只有看板歹去，店头虽换新的起哩，无想到嫌犯2到半暝啊，搁叫人来，甲一寡工具拢讲歹去，只好报警。经深入调查，张姓主嫌与店家家属有感情纠纷，因而前往滋事。为避免事态扩大，警方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掌握犯嫌行踪，并将4人带案侦办。警方昨晚已经抓到4名嫌犯，全部依照妨害特殊和损害罪嫌，函请屏东地检署侦办。这家肉丸是屏东在地已经过60年的老店，算第3代要第4代，生意真好，算是夜市知名的店家。进前拢毋捌发生这款情形，附近的店头拢讲足无奈。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汤市推动，予大家学生囡仔啉牛奶补钙一个政策，统计大约有7成会去换来啉。有议员是建议讲，会当利用市民卡的手机啊 App， 提醒囡仔倒爱下个日去换牛奶。提牛奶或者是豆奶伫柜台，女学生正对免费来换。桃园推动新生饮生年桃园介健康的政策，统计每礼拜换人数差不多14.5万人，差不多是7成。你每个礼拜都来换吗？对，我每个礼拜都来换一次，因为妈妈说喝牛奶会长得很高，还会补钙。为什么都没有换鲜奶？因为很懒惰，然后有时候到假日去换的时候都已经没有了。根据学校调查，真侪家长会选择假日暗时来换，有时阵无闲甲袂起哩，要少数家长有品牌袂输。或者是考虑换时间路途，第四换动力无够顶，以关乎3社学生囡仔无使用这项福利。有议员建议结合市民卡 App 提醒来换，严查看村的数量。
也会透过联络部张贴通知家长，共同养成每周兑换的好习惯。我们跟其他县市相比较是属于略高。教育局表示，会阁韩文国校甲幼儿园加强宣导，提醒学生囡仔定期来换，佮养成定时补充营养的习惯。另外，市民卡 App 提醒功能，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咧开发，后续建议6日提醒甲查询影像记录等便民功能，来提悬换比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捷运黄线的时间是经进入到红线，这站名是拢还没有公布。当地就有居民甲里长是建议讲，其中这 Y20这站应该保留旧的地号名七老爷。因为捷运局也回应讲，这号名的停驶是伫咧通车进前一档才来启动。今日叫七老爷。你敢知伊为什么叫七老爷？嘛唔知影咧。高雄红线的五甲南京甲瑞龙东路这卡搭是属于老爷里，不只讲你若问在地人住倒规，因拢是讲旧地名七老爷。多连公车站嘛是叫七老爷站。最近有议员伫当地办捷运黄线设站的论坛，都济里面拢要求，到时 Y20这站的名一定要用旧地名七老爷来号名。当地时代讲，因家自清朝就号做七老爷，甲当有200-300年的历史。不过到底地号名是安怎来的，讲法有真侪种。很难去考究这个问题了哈，是不是以前有7个有钱人住在这里呢？或者是首先来这边的一个有钱人叫做排第7，我们也不晓得。把人与在地的历史结合为合一，让大家做到我们老爷里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是七老爷。除了车站名爱连接在地历史，因为这运站的预定地者是一个3车路口，车流真大。因此地方也建议，开始动工要有交通的配套措施，到时周边的车道设计，汽车、奥多拜的分流也要好好啊规划。汽车、公车跟机车这个混在一起的险象环生状况，所以都希望是未来在站体完成之后的路型调整跟调配都可以把汽机车分隔岛的拆除。施工当中的国际黄线总长要23公里，有23个车站。针对在地建议，捷运局表示会配合需求，重新设计这大路口的车道。另外，一般捷运站号名拢是通车的前一档才会开始做，因一定会重视地方的声音列入参考。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同款来看高雄街仔头糖厂有180公顷的树林，是上清者花金国的生态地。不过最近因为这高雄街仔头科学园区的对外道路要开发，这个土地恐惊是会去互人变更做建地。环保团体就来批评讲，这个开发案是完全来违背着总统要推动的国家级都市那计划。画面中，这片树林有180公顷，是高雄街仔头糖厂的地。树林的面积是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7倍。这片都市树林是全国唯一坐捷运就通看火金菇的所在。有环保团体指出，国土署为着要重新启动1992年核定的高雄新市定计划，要把这块地变更做建地，恐惊破坏上百公顷珍贵的都市绿地。里面的滞洪量等于点宝溪花了17年做的3座滞洪池的总量。你毁掉了过去17年，全部打掉重来。那我们看，我们不是反开发，我们看到政府的蓝图是上面都没有留森林，旁边的建地还有350公顷这么多，根本就不缺建地。30几个款团甲小党同齐来到总统府头前呼吁赖政府，因虽然肯定赖清德总统讲要推动国家级都市绿计划，来减轻热岛效应、强化风风润性等等。不过国土署的做法煞甲总统的理想相违背，希望莫为着开发来破坏国家级的火金菇都市树林。当然有调节气候跟这个防洪降温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宝地。可对我来说，它也是亲子生活重要的基础设施哦。1992年的台湾，我还没有热岛效应的危机感。1992年的我们也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气候紧急状态。我们不能一边宣示都市林的重要，一边却用推土机砍伐现有的100年森林，这是对于都市林国家级调试计划最大的讽刺。30下晡就要召开由大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委员会，拍算的公告都市林国家调试计划的具体政策。款团呼吁中央甲地方赶紧停止高雄新市定计划，守护这180公顷的都市树林。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
台语文康榜，带大家做伙来看日本的漫画。上总的福利咧，这上强的魔法阿嬷当然嘛会晓讲台语。公司台语台对明仔用10点开始放送。这届担任这个声音导演的领班林步清表示讲，甲日本的漫画配做台语版，就是希望观众会当用家己的母语去欣赏无共款的作品。你刷落来的人生，是毋是还阁足长足长的，等到阮想袂到的坎站？差不多要开始哦，安尼我先来去啊。这出日本漫画《丧葬的护理人》故事是讲，已经外1000年的精灵护理人，甲勇者欣美如一家人，拍败魔王了后，50年的岁月中间，有伴有的陆续过身。幕后当退休的护理人，想要更加了解人类的感情，然后重新开始旅行。《丧葬的护理人》特别推出台语版，这届是由公司台语台找专业翻译甲配音选角。护理人，你敢会记得巴扎路头上尾讲的话无？我袂记得啊。遐个卡笑，只是为着欺骗人类才讲话。配音领班林步清表示，甲日本漫画配做台语，就是希望观众会当用家己的母语去欣赏无共作品。另外配音也着思考用什么语句较下角色的个性，还是故事的设定，并甲台语翻译顾问有真侪讨论。魔物这个，伊可能是较西方的，可能是甲恶魔啊，是魔族有关系啊。伊可能毋是讲，毋若讲人，可能是物件嘛有可能。就是伊的定义较济啦吼，啊，若是妖怪，敢若是动物去变做人形的迄种共款，所以，阮一开始拄着这个词的时阵，就是有甲老师讨论过。除了把它当做原本的福利莲这个作品之外，也可以透过这个作品，然后去再多学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台语的形容方式啊也好，或者是一些词汇也好，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台语版《丧葬的福利人》自有个出来网络顶对这个日本的魔法阿嬷有真侪讨论，也有 YouTuber 甲主题去换做台语版。这出漫画拍算自5月初2开始，每礼拜六暗时10点，伫咧公司台语台准时放送，电视甲 YouTube 拢看会到。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指出中国因为继续利用国安法打压记者，这排名是连续2档维持伫个上尾第3名。香港是因为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去互判动刑，影响到因的新闻自由，同款是连续2档维持伫个140名。因咱台湾是因为有政治社会环境的因素影响，今年是有退步4名来到第28名，不过有关是排伫个亚洲第一。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30公布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受到评分的180个国家内面，挪威已经连续10档得到第1名，但是今年有超过半数拢做94个国家红列入困难和正歹的类别，显示全球新闻自由正渐渐恶化，降到25年以来上低。Very often we put ourselves in the trap thinking that there's nothing is going on because there's no huge news about Hong Kong anymore about media. Well, RSF have been really close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situation of local journalists, foreign media that are being pressured, doxed, intimidated on a daily basis, surveilled, followed by the authorities. 依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红动判20年，打击香港的新闻自由。香港已经连续2年的排名维持伫140名。中国因为用国安法等等来打压记者，排名连续2档拢维持伫倒头算第3的178名。台湾受到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倒退4名来到第28名。虽然同款是亚洲第一，但是 RSF 警告讲，台湾伫维护资讯可信度的方面，当面对严峻的挑战。台湾人新社会研究中心嘛发布假信息的调查，理财投资和个人窃取各自的这样子一个就是假讯息的主题类型放进去以后，它立刻跃升为所有讯息的第1名这样子。问卷的调查发现讲，常常看到的假信息的类型，除了诈骗，还有政治和个资。常看到的传播管道是查出烟瘾和通讯软体。假信息对社会影响愈来愈严重，嘛影响民众对政治人物、媒体和社会的信任度。假讯息不管包括用 AI 技术，或者是它的传递的手法，各种的类型，其实它一直在演变。所以我们社会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这么假消息的问题已经是长期性和普遍化，相关治理已经让民众认为讲是一项下部门、下角色的共同责任。研究中心嘛呼吁政府透过制度的设计，下部门合作和成效透明化，让假信息的规则转化作会当看到的行动结果，提升治理信任和公共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的科技公司开发出机器人会晓模仿人类的表情，会晓对话，甚至佫会当来发表演说。进前也佫有和交响乐团来合作。另外，伫咧日本这边，航空公司为着要解决欠工的问题，按算伫咧东京的羽田机场是启用这机器人来倒搬行李到变扫。 歌手苏菲亚申请金丝是欧式的礼服表情杂志的演唱，和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合作的原创歌曲，观众是直直拍扑啊！苏菲亚是香港机器人公司所开发的人形机器人，研发的目的是为了要互伊会当甲人类斗阵做工课。I want to be able to share emotions and stories through music, even if I'm made of plastic, circuits, wires, and metal. It's my way of saying, I'm here, I'm learning. And I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beautiful human experience called art. 音乐会的艺术指导讲，甲机器人表演古典音乐需要大量幼儿的调整加练习，可以用家己的方式表演。除了机器人，这场音乐会佫结合 AI 网架甲 AI 动作掌握机器系统，有真正的舞者会当和虚拟的角色做伙表演。 AI is so common nowadays, but we are not sure, still searching how AI cooperates with us and helping us. AI actually not just replacing human, but helping us to make the world better. 甲人类斗阵做事，甲迄物放上空白车，若无问题，就会手互对面的人知影。这个130公分悬、35公斤重的人形机器人，是日本上大的航空公司日本航空按5月开始，踮东京羽田机场设置这款会当协助运搬行李的地勤机器人。日本航空讲，航空业拄着劳动力老化、人员不足，甲入境的游客快速增加，工作量定倍加的双重挑战。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拄着机场欠工的问题，日本航空上大心引进地勤机器人，要测试2年，主要是协助运搬行李、甲机床摒扫等工课。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0度至26度。 中部地区20度至28度，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东部地区21度至26度，外岛地区17度至25度。预估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